今天我们来读何西阿书11章1到12节。上主说，以色列还是幼童的时候，我已经爱他，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从埃及带出来。可是我越呼唤他，他越叛离我。他们向巴力献祭，他们向偶像烧香。然而教以色列走路的不是我吗？我用双臂把他们抱在怀中，他们却不承认我养育之恩。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，我抱起他们，像抱婴孩微贴在面颊上。我俯下身子，喂养他们。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归向我，他们必须返回埃及。亚述人要统治他们，战火要弥漫他们的城市，破坏他们的城门，消灭我的子民。因为他们自作聪明，他们偏偏要叛离我，他们要为加在脖子上的恶而悲鸣，可是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解开。以色列人啊，我怎能抛弃你们？我怎能弃绝你们？我能像消灭亚玛一样摧毁你们吗？我能像对付西扁一样对待你们吗？我不忍心这么做，因为我多么爱你们。我不在烈怒下惩罚你们，我不再消灭以色列，因为我是上帝，不是世人。我是住在你们当中的圣者，我不在烈怒下审判你们。我要像狮子，向以色列的敌人吼叫，我的子民就会跟从我。他们要从西方迅速回到我这里来，他们将像鸟儿很快地从埃及飞回来，又像鸽子从亚述飞回来。我要再一次带我的子民回他们的家乡。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上主说，以色列人用谎言诡诈包围着我，犹大人仍然背叛我，背叛信实神圣的上帝。以上读完11章，我看到上帝对世人不离不弃的爱，用慈绳爱所牵引着以色列人。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时，因着神对以色列的爱，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。虽然在旷野中，但神给他们水和食物，带他们到应许之地，从400年奴隶的身份翻转过来，经历一连串的恩典。但以色列人背叛神，忘记神的恩典，去敬拜人手所造的神，以致神的审判临到。神不断给以色列机会，但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悔改，接连被掳到亚述去做奴隶。他们寻求巴力，却不寻求神，但慈爱的神却回心转意，不忍心弃绝他们。因为有爱，所以挣扎，不忍心他们再去做奴隶。神仍给他们盼望应许，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时，神就会除灭敌人，让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重新回到以色列。神的爱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样，面对偏向正道的路，既要管教，但心里又舍不得处罚。相信当过父母的人都很清楚，处罚不是目的，只是让他悔改的方法。我们都这样爱孩子，更何况天父呢？人确实是叛逆的，先知越呼召他们，他们越反抗。我们也要反省，当神叫我们要更多亲近他，我们是否有做到神满意的阶段呢？神看我们为美好，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有多好，而是神创造我们时就先爱我们。人的表现常常让神失望，即使已经尝过主恩，却常因为世界的诱惑而受影响，看不到真正爱我们的神在哪里。求神帮助我们谦卑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切切的寻求神，用神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，让人知晓神爱世人的本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先爱我们，用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，教导我们走当行的道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